我问你们好，很高兴来到你们家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继续听一下。那个教导今天就是那个第几个教导，我发扬要刷的那个恩典。我祝你们好，为了要刷保佑你们很多，为了要刷的和耶和华的那个荣耀那个上帝的儿子们多，你们好。所有的人多，听到的人多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我问你们好，这个就是那个YouTube 视频要刷 RTV， 还有你会改的时候必须熟悉，就是打传给你，要刷那个技术员那个字幕。带小了放大一点，然后放在下面。我正在看那个屏幕，我看不见了。那个字幕先要放大一点，就这样，也要写上。这个就是那个直播，这个是直播。就这样的做，因为我们必须做得好，为了救那个人的灵，我们要给他们两看，要说好的父亲看我们努力好，为了这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知道了，然后说实话，有这个技术的，有那个长久的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谢谢祝好你们多，为了你们，欢迎来到电商的店，就是第七个教导。那个必须熟悉，在要说就是下跌传给你，因为下跌教过你，就是你的老师。那我来，因为这样。为什么你必须在下跌？你必须在下跌里熟悉。按照那个律法的话，就你做什么熟悉，就那个是你的义务。我们看向加拉太书3章27节，不可以逃去这个教导。不可以讨教，因为有个律法，那个图片先整理一下，加拉太书第3章27节，我们努力好，为了做的好的东西，为了要说。高兴呢，为了你们听到的人那里多也高兴呢。加拉太书第3章27节，你们熟悉归入要说都是神，等一下都是必带要说了。你继续演那些。那在这里，律法说定了，那个所有的人，熟悉在要说就，
你们熟悉归入基督的，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个被选择的话，都是必带选择的，就是基督。这个上文就是那个从耶和华那里下来。如果说那个你的基督是谁呀？耶稣基督是吗？你牧师那里，你们宗教领袖的那里多跟随耶稣基督是，就你传那个耶稣基督是，或者耶稣那个律法说了嘛？你熟悉的话，就你必须穿这个衣服，你没办法跟这个离开了。如果说你熟悉归入耶稣基督是，你就穿什么样的那个神呢？就穿那个衣服的，就是那个假身。你那个假身呢，就是让你再分走呀。因为这个十条诫就不是赐给那个其他国际条件，那原因呢？耶稣继续记下那里，他叫你为了跟随耶稣跟他就接近了，就你的罪恶被除掉了。你们那里熟悉过了，在这个十条诫里，你们都没办法样样不能上天上的天。我直接跟你们说，那就是说了，所有的人呢熟悉过了，在这个十条诫里面遵守过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，你的必带就是穿的这个衣服，就是那个十条诫和那个摩西的律法，按照三文治，这个是紧接着那你起来了，为了攻击，就是那个为了攻击上帝，你违背他的法律，就你被丢掉火湖里。那好办法，你先把那个杀掉了那个十条诫，就是我下底下一个人会帮你，没有要说跟你们说过一定要遵守十条诫，他没有教过这个。按照那个摩西的律法，不可以加，也是不可以减。我们对下上帝的话，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十条诫是什么样的。你要把那个杀掉那个耶稣，在要说这里因为下dia的教导带你到天上的殿，就不可以在遵守十条诫，因为要说把那个杀掉在他的十字架上，然后你要跟随，要说不是要跟随耶稣或者耶稣，但是要跟随要说就要跟随他，你要熟悉在要归入要说。那我们来对下上帝的孩子，上帝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那个马太福音5章18节。我是在告诉你们呢，你们那里把这个教导翻译有那个英语上进呢，中国上进呢，就把那个翻译好，为了他们那里都能听懂。我是在告诉你们呢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掌权。
那个不能飞去了，那个就是这个句子，就是不这个句子，不要加，也是不要减，就是这个。我们看一下亚法吩咐你们什么就不可以加，也是不可以减。说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减，也不可上降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。不可以带到马达加斯加这里，在英国那里、中国那里、在美国那里、丹麦那里，或者芬兰、西班牙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国家，这个是条件，不可以到那边去遵守的，按照那个申命记6章第1节，这是要把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为业地上的中心。就这个上文章不可以加而且不可以减。那这个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的为业的地上中心，一定要遵守这个，在哪个地呀，在哪个地方才可以遵守这个，很清楚了，就是在所要过去的为业地上中心，就是以色列那里，就是迦南了嘛，现在叫以色列。这个就是在以色列那里才可以遵守，按照律法就是真正的。如果说你遵守这个，在美国、法国、英国也是不可以带这个到阿拉伯国家那里，就这样嘛。这个是真正的，按照律法，这个是真正的。那你们那里不可以遵守这个。你看，你们那里多遵守这个，然后你们多违背法律，你们就是熟悉归入，你们熟悉那个，在这个是第2节里面，这个就是你们的义务，你们那个人地的义务就是这个。那你是用羊救人呢？救人的话就没办法走下地狱了，你之后就走下地狱了。你的牧师那里，你的教皇那里，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分类呀，你们多一块丢掉那个下地狱，因为没有人类有办法把那个拿掉，除了我一位。那很清楚的，他已经干净了，但是你们那里都是脏的了，你们互相给手戏啊，你们都就是分给别人的毒的，你们那个手戏那里就是什么，就是毒药的。你们要把那个摘掉，不管是牧师或者教皇，不管是你是宗教领袖，不管是你什么样的那个宗教领袖，我们叫你找下的，你要跟那个魔鬼离开呀，就是不要听他讲，不要跟他理喻那个上帝的话讲点了，这个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专门遵守的。我们就是看一下上文字，出埃及记第15章3节到5节，
19节19章3节到5节，摩西到神那里，亚法从山上呼唤他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，就是要遵守这个10条，这就是他们了嘛，就是雅各家和以色列人，不管你马国人、哥莫罗人、非洲人、越南人、中国人，你们都这个不能进去里面啊。按照律法就是禁止的，不是这样。按照我的思想，我们一块看一下这个上文字，我不是随便说了，就是按照那个律法，就是那个上文字，就这样嘛。这话就是这样。如果你认识上帝的话，你一定要知道了那个记述的那个律法，不然你被杀了。因为这个10条诫就是不给你遵守啊。第5章呢，如今你们说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那这个约就上帝跟他立约，就是那个10条诫和摩西的律法。在里面没有别的国家。那这个话我就告诉你们，你认真考虑一下，因为不可把那个律法变成按照那个诗篇呢，你必须熟悉才可以，因为这个是你的义务，你之后把你上班的话，就有的这个奖品呢，你遵守过这个10条诫啊，那你是不法的人呢。因为不法的人显出来，耶和华把他们灭绝用口。帖撒罗尼迦，我们看一下，刚才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7节到8节，诗篇你一定要跟那个耶稣继续记下是。离开，不然你之后就遭下地狱了。你应该要高兴听到了这个教导，因为这个记述的就是为了你，在你的时代听到了，这个记述的就你应该要感谢上帝。你们先听一下这个那个说话回来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就是在这里再说了，就是雅各和那个20节，别国大多没有这样带过，这个就是不赐给其他的国家。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，那个其他国家都不知道了这个。为什么你知道了这个10条诫和那个摩西的律法？那有人那个给你毒药，这个不可加添，也是不可删减。这个不管你美国人、马国人、中国人呢，这个就是竞争的，这个不就是给你吃的毒药啊，你被毒害了。那个知道你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，你们要听这个，要注意好这个教导，这个就是为了技术灵魂嘛，所有的灵魂都一样啊。下家律后，下家律政的话，为了你的灵魂，你应该要同意吧？你看一下，在你前面有的那个危险。现在我就是给你们说，所有的那个宗教在这个地球上，他们那里没有办法把拿掉你们的罪恶，就人多走下地狱了。你们那里多
就对这个上帝的话有个毛病了。我敬爱父亚巴和那个要说就是他们的名字就这样嘛。那你来问我，为什么你干净了？为什么你是真实的？你稍等一下吧，我们先继续看。你也要跟那个耶稣离开呀，或者耶稣自杀时，你熟悉归入他他让你再犯罪，他让你一直犯罪呀。你们那个跟随着那里我看见了你们多。我举个例子有500万多的那个跟随者，有的人就是那个按一下，有的数量我不像那个看那个就是哪个人就是按一下，但是有的人看见了也我不想看那个数量，但是跟随者的话就愿意跟随下的。如果说无间的话，我就会感谢我敬爱的要说和父亚巴。我就是跟你们那个外国人说嘛，我就要把爸爸和要说为了那个数量长大的了，放大的了，他们就不会跟这个 YouTube 视频离开，就是要说TV 那个要说的内容多就在这个里面。他们那里就是那个看见这个，有很多人已经看见了这个教导啊，好多人呢，知道100万多个人呢，但是不一定他们都是跟随的人呢，但是有的人呢已经同意了，听到了这个教导呢，这个就是证明了有好多人找那个挣扎的那个上帝。我以为他们那个其他国家那里不喜欢这个，那我非常感谢你父亚巴和要说，因为加深那里教你们那个危险的东西，也就是那个耶稣自杀他让你在犯罪，按照要说的律法约翰我下一次再教你们，为了这个有说明啊，因为有人问过这个，你先跟随这个教导啊，你会改了就必须熟悉，你不熟悉的话就没办法去掉地狱，你下地狱别死，你之后没办法你早下地狱了，你别说我不怕下地狱，不然别找那个医生，不要找那个护士，你们有病的时候就别找他们了，因为你们找护士和那个医生的话就你别说的太多嘛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5章14节，5章14节。后来要说在店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呀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那个上帝的儿子怎么说了，这是真正的不要再犯罪了。你们先看一下那个耶稣自杀怎么教你们一直犯罪呀，星期六星期天可以悔改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天下必须死了，早在这个地上必须摔倒了，那个表示杀人的，但是按照那个律法的话，就我们来读一下上帝的话。那个律法说了，罪人多遭下地狱了。亚巴爸爸说了，马太福音呢5章48节，
你必须完全在可以上天上的天上，但是耶稣记下是多，就跟你们说了那个不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。马太福音5章48节，你们必须完全的才可以去天上的天上那里。有个人呢，就第一个人呢，第一个完全人就是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文字，为了亚娃的荣耀有完全人呢，有啊，你那里不是完全人呢，就这样说的嘛，有完全人呢。那个我们看一下，按照那个腓立比书3章15节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，完全人呢就我们来读一下，按照那个法语上经呢会怎么样啊？腓立比书，我们读这个奉耶和华说明。腓立比书第3章15节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呢，那个完全人就完全人了嘛。那在耶和华里有完全人呢，你们那里说了我们不是完全人呢，就你们就对这个上帝有个矛盾了，那你们都走下地狱了。你那个魔鬼哪里都叫你们没有完全人了，那你们都是魔鬼的孩子，没有真正的上帝跟随你们了，那谁跟随你就是魔鬼呀？那你认真考虑一下，你们那里愿意找真正的上帝，就是那个姐姐转给你，你应该要跟那个神呢，让你在犯罪也就让你不是完全人了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，他讲掉了。他讲教的话，约翰福音，你上帝那里就让你在犯罪呀，然后星期天、星期六再悔改呀，因为他还没有他的那个罪还没有拿掉了，没有除掉了。约翰福音10章11节。我说好，那个没有人那个他说了没有啊？要说对他说，因为他是淫乱的，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10节到11节，他说主啊没有啊，说我也不能等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就是大的东西，按照约翰福音第8章第10节到第11节，那要吩咐你不要再犯罪。这个就是那个正当上帝的话说定了，不要再犯罪。那跟随那里是谁呀？那个跟你说了必须犯罪也大会明白啊，大会怜悯你啊。那这个你怎么样啊？因为那个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书，你说了这个上帝会怜悯你，我们先看一下21章启示录，我来读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是在哪了？启示录
22章15节，我们来读一下，为了亚法爸爸和要说的荣耀，整外有那些传类信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、并肩的、喜好说谎的、编造虚谎的，你看一下，他怎么说在这里了？他怎么上天上的天？那个是狗，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信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人的、拜偶像的，那个他们宗教领袖的人那里的话，就愿意杀你。我们也来看一下启示录21章27节，放不见经的，并那行各赠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证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要说定了，不要再犯罪呀，就他们可以去天上的天上，因为父亚法是那个放动的你们一定要完全的，不然不能上天上的天上。你一定要完全人呢，这个不可以，你的头那么大，就你随便做，我必须到达那个天上的天那里。如果你要到达那个大那里，你必须要跟随他的那个律法。如果你要跟那个中东那个见面呀，你必须通过他的秘书啊，他的领导啊，大领导啊，再可以到那个从那个秘书那里然后你才可以跟那个中东见面的。就这样嘛。如果说是上个天上的天上怎么样啊？这个就是那个要跟那个中东那个见面，就是人类啊。那这个神呢，不是人呢，不是人类啊。你上街的话才可以去到那里，你一定要上街人呢。那你先找办法，为了上街人呢，就是要跟随那个些家转给你亚胡书啊，就带你到那边去，那必须熟悉归入亚胡书啊，再给上天上的天，因为还有骗人呢，在 YouTube 视频或者谷歌了，在里面有好几个亚胡书名都是假的，都让你在犯罪呀。你先看一下上文字。我的耶稣啊，就是正当的耶稣啊，就跟随他就不会再犯罪，不做坏事啊，不会做那个不好的东西啊，就做好的东西，不会同意坏的东西。那个这个表示就是那个不会犯罪啊，这个就是上街的这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质量，大不会同意那个坏的东西。他强调的话就是那个门徒强调了约翰一书3章5节，你们知道了，他献了为了除掉罪恶。你们要知道了，他献出来为了除掉那个罪恶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那个耶稣就是他让你在犯罪呀，你没有接受过了，你就下地狱了。因为按照刚才那个上文字，你们知道了，主将想献了是要除掉人的罪呀，这他并没有罪呀。你先找耶稣你要熟悉归于耶稣了解呢，犯罪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也犯罪的，是非常看见他，也非常认识他。罪人多没有知道这个上帝，没有认识他，那你知道谁呀？你认识谁呀？你一直说了我是罪人呢。如果说你跟说我不犯罪，这个也是说谎的，这个就是白主你
你是犯罪，你就是那个主人呢。那个人多在这个地球上多知道了，他们那里多是罪人呢。那个战民呢，你看一下你怎么做啊？一直做坏事啊，结果呢，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假上帝的结果那里。但是不要累了，不要夏迪亚的那个要说的弟弟夏迪亚又来了，在这里被释放了，那必须熟悉在那得救。我们那个下一次的课就是那个第8课的教导，就是不可以祷教，不可以盗取这个教训，这个教学。那你的神那里让你在犯罪也按照上文字不可以。我们看一下第8章，第8章怎么样？你们先看一下，先考虑好一下。人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。你们先考虑好一下，你们先看好一下这个犯罪的是属魔鬼呀。魔鬼，你不会考虑吗？为了那个你，要跟这个离开呀，你先找办法怎么跟这个离开，因为这个图片这个形象不好啊。如果你不管的话，你就是魔鬼呀。你说我不管，你就是属魔鬼呀，你是魔鬼。那父亲大人呢都要注意你。因为犯罪是属魔鬼，你讲屌话的话，就你是属魔鬼，应该是要离开呀，你就不管了。你不管的话，不听话的话，就你喜欢魔鬼，那魔鬼是你的父亲呢。但是现在的旅程，为了救你，不是杀你，你的到底哪里不好啊？你让魔鬼高兴了，他不会做好事儿，他就是杀人的，魔鬼是杀人的。我们看一下，约翰，你要约翰8章，第8章。第8章不要跟随魔鬼，因为他是杀人的，他骗你，他会给你钱，我知道了。但是那个后边有什么？你哭了，有灾难，有困难的，你有这样吗？你的脑子里是会乱的。那8章43到44，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，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呀。那你是魔鬼的孩子，那他愿意做什么，就你也愿意做什么。你还没有考虑好了吗？那你先看一下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是赐予你们，但是等一下，他不说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他就马上把你丢掉地狱里。他的目的就是那个不喜欢你到达那个天上的天那里，因为他喜欢你要跟随到犯罪呀，你要跟他离开，就是你的上帝那里。你先找办法，为了救你的灵魂，天上的天上多现在一块工作，为了救你们那个其他国家那里，不要降掉你的心里，你的脑子里。你们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努力好了。我把那个直播那个这个教导
法语都是直播，中国也是那个汉语直播，4语言多一块找啦，把这个教导翻译嘛。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那你先救下你的灵魂呢？要说的大师下底下救，已经努力好啊，为了那个救你，你先救你的灵魂呢，别让魔鬼杀你的灵魂呢，你别继续做坏事了，这个是更难的。会有人不会做坏事的，上帝的爱子在这个生活里面，我们在这里有2000个多人呢，现在给你们那个几大国家了，因为外邦人的数量快差不多了，那先进来吧，好吗？说话回来啊，那你要跟那个耶稣离开呀？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原因呢？因为你的手心那里就是那个归入耶稣基督血去，那你穿这个，就你的衣服就是这个，你手心归入那个耶稣基督基督身，然后你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就是那个是条件，那你没办法。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约翰加拉太书，不好意思，第3章27节，加拉太书第3章27节，我们读一下奉耶稣说明。你们因为耶稣是基督的，你受洗归入耶稣就你悔改的时候，这个耶稣让你在犯罪呀，最好的办法，你要过来这里要受洗，因为如果你受洗归入耶稣，就你没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照耶稣做他的那个受洗，不让你再遵守那个10条诫，然后变成不再犯罪呀。你上帝那里都让你在犯罪呀，让你遵守10条诫。刚才那个10条诫就是赐给谁遵守，就是赐给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遵行呢。那你们那里先考虑一下好吗？就听我讲了。有时期你们那个外国人呢，我讲掉的话，越南人呢，美国人呢，阿拉伯人呢，中国人呢，我不知道你是哪国人呢？你们先看一下这个上文字，你先自己救你的灵魂，这个是上文字。如果说我来说你们那个阿拉伯人那里，你们听牧师讲，按照你们那个书上你们那个穆斯林那里多会听那个牧师讲，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句子，因为摩西经过了亚胡书就亚底亚来传给你的这个教导就是这样，为了你的义务，因为你遵守那个10条诫，一定要把那掉这个10条诫，包括这个耶稣基督血去，那你必须受洗。我们来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22章16节，22章16节。第22章16节，那你会问我，你是干净吗？我已经干净了，然后不会再犯罪，不会同意坏事啊，这个表示真爱上帝呀。现在你为什么怎样呢？起来就是告他的命受洗，洗去你的罪，就是告他的命受洗，洗去你的罪呀。
意思就是吩咐你，要吩咐你，不要一直定在那里跟随这个耶稣是虚假，不要跟随他们呢。要吩咐你不要跟随他们呢，起来就告他的名，首先就是那个就告耶和华的名啊，他就那个会除掉你的罪啊，如果你不就告耶和华名啊，就你没办法把拿掉你的罪，你不就告耶和华的名，就你没办法。有的人会这样说，这个名不是重要的，你信的话就信嘛。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上文子讲掉话了，那个也是使徒行传15章第15章，我们查一下。使徒行传16节。那就30节。使徒行传16章，使徒行传16章30节开始，我又领他们出来说：“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？”你也就是这样子问他。他们说：“但信主耶和华，要信什么？就是主耶和华，就是他有办法把除掉你的罪恶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！就这个耶和华把你变成不会再犯罪啊！一到了大里面就不会再犯罪啊！你因为主人呢，你还没到了在耶和华里。如果你还没到耶和华里，你敢说你不再犯罪，你是说谎的人呢。可是你已经到了大里面，你说了这不犯罪，你是真的，那你一定要受洗，不然没办法。你一定要受洗，不然没办法。你跟随耶稣，就这个证据能看得到，就是你的义务。为了你的罪洗干净呢，一定要受洗归入耶和华。那你必须找那个下家，就是我就是耶和华的大使带来这个基督的那个救恩呢。你要记住，要记得这个。我比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不一样啊，他们让你再犯罪是这样啊，你跟随下的就不再犯罪啊。他们就是那个从那个地上啊，那你会问我，你是从哪里下来？你是从哪里过来？那就这样，他们那个宗教领袖那里让你再犯罪呀，转给你那个神呢，把你丢掉那个地狱里那里。但是那个主，那个上文字的主啊，已经给你们说了，那要说的大事是啥呀？如果是人类跟你一模一样啊，那我就是那个转给你们。再犯罪呀，因为我来转给你们这个真话，就是这个真实的那个话，因为我已经从记者就接近了，按照那个上帝的话，约翰福音呢，15章第3节，约翰福音15章3节，我们来读这个。
奉耶和华的名字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那些人跟随这个真大的上帝已经干净了，没有人带了这个教导，除了我一位。因为有人喊我刚刚那个转给这个，就有好多人喊我，那你现在听到了这个教导啊，现在是给你的，你应该要知道啊怎么做啊，因为这个上帝在大里面你才可以得蒙是罪啊，使徒行传啊10章啊，使徒行传13节，使徒行传13节13章3815章第15章，使徒行传15章38节，你那个上帝那里38节，从今天开始你先就是靠耶和华名字，别拦掉他的爱呀，他的爱。等一下13章不好意思了，使徒行传13章，刚才那个有错了，就38节，就这个。所有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，因为在大里面就不再犯罪啊，是有这人转给你们的。我刚刚看了那个父亚法的命啊，那祝你们好，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，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一块儿祷告。非常感谢您，父亚法，为了带来你的恩典，为了他们那个悔改，然后回去你那里，目的就是什么呢？父亚法就是他们那个回来找你，为了被拯救了。那个归于耶和华，那个他们离婚了，应该要回去你那里，要把那个救啊！你先祝福这些话，为了那个到达在他们心里，我给他们介绍了你的真理，我给他们介绍了你的真名字，因为那个犹太人怎么说呢，就是亚亚法。这个名带来救恩，因为发音的时候，那个有说明的就是他们的罪恶被除掉了。非常感谢你，父亚法，永扬荣耀归于你，亚法，请答复我的祈祷，永扬荣耀归于你，奉耶和华名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那我祝好你们多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，下一次见，再见。